献较好的祭物给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还得讲话。对信，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信，若对还未看见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定世间人会做，佮根据这个信，伊成做义的继承人。对信，阿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犹久伊有顺探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OK， 你有信嘛？来到遮，人拢信有上帝。遮讲，迄个看袂见的，比看会见的较伟大。咱毋望通过即个信，然后佮连接你一生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是真的。咱来看553首，553。咱即马速度较紧一寡吼，来为主来做伊干净，来这是真有力，来为主来做伊干净，做些之好朋友，愿主听他来保佑，好人因无信心，为主来做伊干净，眼干净做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眼干净做耶稣。来，咱来看554首，透早去也好整。每一个人，你咧甲人，你跟你与别人接触的时候，你的一言一行，你的脸部表情，你的动作态度，拢伫咧表明你今日是咧也好经济，还是也歹经济。我来接近你，你对我的感受已经传递我今天对你的态度跟对神的态度。要讲阿们无？所以随时注意我们的。OK， 来，透早起也好静，永远困到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晡也无停。着吞论到着心，关心天下小心，就会欢喜迎时，我高兴的来，我高兴的来，我高兴的来，就会欢喜迎时。我高兴的来，我高兴的来，我高兴的来，就会欢喜迎时，我高兴的来。来，咱若出咧夜景，咱咧出咧做生意，要派一大堆的物件出去，动换，到尾生意做成，趁一大堆的钱，经济也了收成，搁较侪。
迄个修行的起毛字好啊歹？啊好，迄个行路是足沉重的，还是用跳跳的？啊！啊来，咱即摆五谷收倒来啊！迄个心情是安怎？行到遐尼，安尼，拄则咱是真轻松，还是伤沉重？伤沉重啦！过年到啊啦，两种的心情，要分红包的人哦，足沉重；要摕红包的人心情足等待。但即摆咱是即摆是裤袋仔内面是爸爸还是空空？这个过年，这个时节，这个是我跟你讲，真侪人唔敢回去。咱要注意一项，真侪人在这个时候不敢回家，因为他的口袋是空的。回家不知道如何面对爸爸妈妈，不知道如何面对家族有那么多的小朋友，他没有能力包红包。所以你知影，这个社会已经是真无同款。所以，当我们在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你还可以给，你还可以分享，请咱就用欢喜调调的心来吟这个诗，好不好？好，来透早哈，气也好静，五个手倒来，来透早气也好静，永远困甲热情，日头气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沦到着失，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今时。五谷收倒来，收倒来，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今时。五谷收倒来，五谷一首唱，五谷一首唱。我们欢喜歌唱，五谷一首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是属于你的日子，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这是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一年又一年，你把最好的通通交给了我们来管理。过去的一年，到底我们做怎样的一个仆人？衷心的恳求你给他们更多，让他们有余；衷心的，你给他们越多，让他们的服侍、他们的肩膀能够更宽广。我恳求上帝，让我真正会当努力做一个忠心的路步，让你通欢喜，嘛会当真侪荣耀上帝利益人的工具。我若伫过去的年，我也搁伫上帝的恩典。满满领受总是甲你的使命拢无，也佫欠缺连结。阮恳求上帝圣神伫阮的中间提醒阮，互阮一步一步与主更亲近，每一年更认识主你的旨意，然后与你走得更亲，让我们的一生真的与你一起呼吸，一起活出上帝国度。因为我们落实在彰化，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国家社会，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新的年度，恳求你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咱准备心，开始今天的敬拜。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新年恭喜！今日真欢喜看到做兄弟对他乡，等下咱的故乡要参加来过年，所以今日咱个参加组织，咱来唱这条诗歌，咱个参加组织来学乐咱的主，请咱拍扑啊，参加来吟诗。来，咱个参加组织。来学乐主，咱个参加组织，当心合力，为了树顶下的成就，为了树拢显亮，咱个参加组织，来学乐主，咱个参加组织，来学乐主。
自己，当心哈利，奇妙事在他的成就，奇妙事拢显现，咱得上个自己，来学了主。这时，请咱互相来请安，请你离开你为5步以上，头前后壁，后壁头前，互相来请安。新年恭喜，耶稣听你！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咱有一个兄弟，咱久久无看到伊，咱往伊来请安。新年恭喜，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咱的中间，咱搁三个组织，而且互相来组织阿拉上帝。愿上帝欢喜甲平安充满伫咱的在座，平安。来，咱个三个来唱这条诗歌，咱个三个组织，咱个三个组织，来学了主，咱个三个组织，当心哈利。奇妙事在他的成就，奇妙事拢显现，咱个三个自己，来学了主，来，咱个三个自己，来学了主，咱个三个自己，当心哈利，奇妙事。他的成就，奇妙事拢显现，咱个三个来个合起一遍，最后一遍，来，做到，啊欢喜一条嘛，来，咱个三个自己，来学了主，咱个三个自己，当心哈利，奇妙事在他的成就。奇妙事拢显现，咱个三个自己，来学了主。请坐。大家新年快乐！第一个唱歌我不要讲，是我讲故事，大家休困一下。我讲个分享故事，在座80层楼的公寓里面，住了2户人家，一个是80岁的老夫妻，一对是新婚夫妇。有一天，大楼电器故障，老夫妇从教会做完礼拜回来，刚好遇到年轻夫妇去卖场买了一大堆东西，带着大购物袋。他们在楼下决定说，到底要爬上去还是住外面的旅馆？因为电器故障，他们住在80层。最后，他们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第5层楼的时候呢，年轻夫妻觉得老夫妻他们走太慢，就跟他说：“你们慢慢走，我们先上去。”老夫妻就那边坐在楼下，那年轻夫妻就往上走。一下子，他们走到10层楼。年轻夫妻走到10层，觉得他手上购物袋太重了，就把它放在楼梯间，就想说明天电梯好了之后再来拿。走到20几层的时候，那对夫妻有点累了，他也开始抱怨为什么要走楼梯，不住旅馆，在抱怨先生。那先生因为太累了，所以他也觉得你干嘛那么唠叨，结果2个人就吵起来。于是呢，就边走边吵，吵到40层的时候。先生就不理太太，决定自己走上去。那太太太累了，就在那边休息。过了一阵子，先生终于走到80楼，想要进到房间休息，结果他的钥匙在老婆那边，他只能够等太太上来。好不容易太太脸色发白，爬上之后，看到先生在门口说：“你干嘛不开门？我累死了。”先生说：“钥匙在你身上。”太太摸摸口袋。发现钥匙在4楼的购物袋里面，这下完蛋了。正当2个要吵的时候，听到脚步声，是那个老夫妻的脚步声，还有他们说话很欢乐的声音。他们2个很惊讶，本来想吵架的，就看到老夫妻走上来了，而且脸不红气不喘，脸色带着微笑。他们说：“你们是怎么走上来的？”老夫妻说：“没有，我们是走恩典之路上来的。”我们一起来唱《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再次。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刚才那对老夫妇跟年轻夫妻说，他走恩典之路。其实因其个行到第5楼的时阵，这对老翁仔某伊就爬袂起来啊。这个时阵，老太太想到一个办法，伊讲：咱来做算一个游戏，哪算哪行，安尼较袂忝。老先生问讲要算什么游戏？伊讲咱来回想，不是和尚哦，回想咱这世人上帝予咱的恩典。咱来爬一层楼，想一年；爬一层楼，想一年，安尼爬。这老先生就开始想到甲因18岁的时阵，因拄啊熟识林伯林某的时阵，伊讲这是上帝予伊上好的恩典。爬到25楼的时阵，伊是讲伊那阵两结婚，这恩典是上帝予因的。到30几岁，上帝赐因2个后生。伊爬到40岁的时阵，这老先生讲，向对先爱做经理，薪水有加薪水，这是上帝予伊的恩典。到50几岁，爬到50几楼。伊的囡仔，大家拢成家立业，这是真水的恩典。到60几岁，老先生捌破一个大病，上帝医治伊，这是伊的恩典。伊安尼伫爬伫想，想到70几岁，伊的囝、伊的孙，上帝赐予伊真侪，这是真大真欢喜的恩典。所以伊哪爬哪想，充满欢喜，所以伊拢袂记爬楼梯的辛苦，袂记咧讲这路途是遮歹行。算到80岁迄天，伊上大恩典是讲，上帝过予伊会当对1楼爬到80楼，完全拢无感觉艰苦甲痛苦。这个少年夫妇听到了，因某是讲真好，我嘛要回想上帝予的恩典。伊讲好甲在，伊甲锁匙袂记记10楼，这是上帝予的恩典。安尼伊才无入去房间跟人冤家。这人伫遐听到这水的故事，这老太太就甲因讲，这个上帝赐予因的恩典，予因会当安怎祝福满满。所以耶和华祝福因一世人永远的福气满满。咱再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眷恋
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奇。我地像花地结实，献出疼痛的痕迹。摇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自海直到万世间。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为了承写伊名永无山。船中的白龙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献香味，忠心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奇。我的心花地结实，献出疼痛的痕迹。摇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自爱直到万世间。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为了承写伊名永无山。摇花就雨满满。摇花就雨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自爱直到万世间。我要野手敬拜伊，主欢喜的歌声，为了承写伊名永无山。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三角来起立。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躲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我要秘伫你实的稳密的所在。这个时阵，咱三角来坐念使徒圣经。咱三角来坐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丢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个时阵，咱犹原徛地，咱三角来，咱的上帝来祈祷。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今天的日子充满了荣耀，充满喜乐，充满美妙，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充满感谢，我们要将颂赞、赞美都归在你的面前。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怜悯，伫过去的日子，你的赏赐稳定、扶持。才会通，互阮行到今仔日，阁会当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三角来用俄乐献上阮的祭，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伫旧历年的最后的主日，阮伫遮要三角来孝念上帝你互阮的恩典，帮助阮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无长。其中阮所看口的，像摩西所讲，不过是劳苦忧愁，亲像土一个开枪，过去经过忧伤、死失。困难、病痛、失败，总是你后壁有为阮陪伴快乐，陪伴阮有成长，阁有修成。为着安尼，阮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这是你为阮所安排，是妥当无比。为着要互阮学习信靠你，为着要互阮来学习找求你。面对未来，阮充满期待。伫茫渺的未来。环境变化无定的世界内面，帮助阮，要亲像诗篇所讲，
我们永远住伫你的布棚，要秘伫你的十股下稳密的所在，常常来寻求你的心意，互阮所行你所欢喜的事，看见基督的国度，来为你来努力前进，进来服侍你。阮这个时阵，当将今仔日礼拜来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你的阳光充满，圣神的感动充满阮的内面。阮安尼奉耶稣基督圣洁的名来祈祷，阿门。请坐。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阮平这个时阵，请坐。下面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我来启，请兄弟姊妹大家来应。启应文63篇，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话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也别比该稳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一路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路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那对遥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到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下面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来领受上帝的话是记载伫雅各书第2章，咱要为14节到26节。雅各书第2章14节，咱要看到26节。我用白话字来读。雅各书第2章14节，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啊？这号信会救伊吗？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伊讲，通安然去，愿恁穿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互因，有啥物利益啊？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18节，若有人讲你有信，我有行，你无用行，就互我看见你的信，我就对我的行，互你看见我的信。你信上帝只有一个，这是好。遐个鬼嘛信，也来摇摇带。好现的人啊，无有行的信就是空空的。你爱知吗？咱的祖阿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伫坛顶，遐毋是对所行来得到称做义吗？可
可见神甲伊的行平平进行，佮神对行来得到完全，就应验圣经所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甲伊算做义，伊佮得到称作上帝的朋友。对安尼看，人得到称作义是对所行，毋是干那对神。长期拉合接纳使者，互因对别条路出，遐毋是由原对所行来得到称作义吗？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神无行也是死。以上，下面咱三个来朗读今仔日的金句金句是伫雅各书第2章22节。咱的周报顶悬有，咱的音幕也有，咱三甲先用台语，咱先来读。可见神甲伊的行平平进行，佮神对行来得到完全。华语，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感谢上帝的话吼，请做咱的提醒。下面是诗歌默想，咱要请圣歌队来吟诗，来就近我。下面讲到，咱要来请小团导师来甲咱分享
要信就爱行，要信就爱行。将时间交予小团导师。今天是农历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今仔日是农历年最后礼拜日。要提前跟大家拜个早年。大先甲大家人提早拜年。请我们今天跟你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祝福的话。请甲你头前后壁一个手祝新年一下，好不好？好，来祝福2019信心与行为拿给天。祝福2019信心行为信心行为都愈加增添。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信心跟行为越来越加添。愿咱伫咱的一生的中间，拢伫咧祈祷，咱的信心甲行为直咧加添。我们一起来祷告。三甲祈祷。慈爱的父上帝，慈悲的主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的面前，用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来敬拜你。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你是配得赞美与尊荣的神。你配得到这款的尊贵。你的爱拯救了全世界。你用听来拯救世界，也翻转了世人的生命。你翻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何等的有福！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能成为你的儿女，会当真做你的囝、查某囝。我们要献上感恩再感恩。为了安尼，阮感谢，搁再感谢。你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当阮有犯罪时，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差派你的囝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阮担起所有的罪伫十字架，用你儿子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用伊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恶。你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的听伫遮显明。谢谢你透过圣子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命故事。多谢你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阮，不断的提醒我们，真侪时阵阮得到提醒，要信也要行，信就要有行。谢谢你给我们好的学习榜样。多谢伫耶稣基督的顶面，阮有看见这个好的模范。相信你就要遵行你的旨意去行。信耶稣，阮都要遵探伊的话，照伊的款。过去若我们得罪你，过去阮也得罪，我们只有信却不做，阮只有信却无付出行动，常常开空头支票，常常敢若开一个空头的支票伫遐。或是对你不信又抱怨你，也是有时阮虽然说咧，总是阮根本都无信的款。请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阮。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恳求伫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深信你，阮会当深信，也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嘛会当去行，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真做合上帝旨意的百姓。这样祷告，阮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雅各一直在强调这个主题。今仔下早起伫遮要来参加思考雅各书的主题。要信也要行。信也着行。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什么？信心非常重要。信心当然是真要紧。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信就是所望的事的实在。是陪伴看见的事的标准。信心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一个把握性。对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有肯定。对完全拢无存在、看不到的有一个肯定。但是信心的对象到底是谁，才能够使我们得救呢？信心的对象到底是啥？会当互咱得到救。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对象就是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话语永远不落空，伊的话对出的话永远袂落空。他是信实可靠的，伊是信实可靠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伊全知全能。他从死里复活，对死搁活，带来生命的盼望与救赎，带来生命的盼望甲救赎。他也是爱的化身，伊嘛是疼本身，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愿意为着咱来牺牲伊的性命，使我们得到医治与赦免，互咱会当得到医治甲赦免。上帝的爱如此的浩瀚伟大，
上帝听这么伟大，但是也有人听了还是不信，总是也佫有真侪人有听唔信，心很硬，硬心百般的质疑跟挑战。不断咁直直这质疑挑战这个信。有些时候祷告没有应允，真侪时阵，咱祈祷若无得到应允，受患难觉得都上帝没有在照顾，拄到一寡艰难，就感觉上帝无咧照顾我，所以就埋怨上帝。就埋怨上帝。所以因此信心这个事情特别的重要。所以伫咱的灵性的历程，信真要紧。对神有信心，才能够去依靠。无论人生拄到什么代志，对上帝永远要有信心。有依靠的时候，才愿意顺服，才愿意交托。你有坚信这个上帝，你才倚靠伊，你才会当得到交托。交托。这对我们的人生何等的重要有意义！这对咱的所以信心对咱来讲是何等的要紧。这是何等的有福气！是一个何等有福气的根源。那到底什么是称义呢？什么是称罪义呢？称义就是得到审判者的认同。伫圣经内面，咱咧讲受称罪义，得到审判者的认同，被宣告你没有罪了。然后受审判讲你无罪，判做无罪。当你被罪被赦免的时候，是多么快乐高兴！当一个人互人宣布伊无罪，迄个心石头怎落落去？你的心得到自由了，你的心自由了，你的心得到释放了。得到讨放了。在保罗说，保罗讲，我们要因信来称义，保罗讲，咱就因为信来受称罪义，因为信来得生。因为信得到新的活命。我们要跟上帝建立那个合宜的关系，要甲上帝建立迄个合宜的关系。所以称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称义，因为信称罪义真要紧。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今仔日经文安尼讲，雅各在耶路撒冷，雅各伫耶路撒冷，以犹太教耶稣跟随者的领袖的身份，伊用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安尼讲，向散居在犹太社区的发出一个公函。伊对遐犹太地区的居民发出这款的批信。这样的对象都是针对犹太社群那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对遐原本的身份的犹太人的背景的，伊安尼讲出这个信息来。然后要他们勉励他们，也警告他们，勉励因，警告因，要按照耶稣的训言教导人生的议题。就来照耶稣基督。雅各期待这些基督们不要只有对上帝有信心，雅各咧提醒，唔通干那对上帝有信心那定，不要只有信守表面的律法，唔通干那去信一寡表面遵守的律法传统，这样不会得救。那干那这个信律法传统，你袂得到救，而是要用行动活出爱。乃是要用你的一生去行动证明你有。要成为完全的人，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不单单只有信心，完全的人不是干那信心，还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也要遵探上帝的话，遵守他的道，行伊的道，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才会当结出好的果子来。这样你才能够得救。要得救，就要安尼。那保罗到底什么样的论点呢？保罗的论点。保罗论点是说，人会得救，全赖对上帝的信心。保罗讲，人若要得到救，就要对上帝的信。行为在得救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地位。那干那靠行为，行为无路用。所以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讲人受称罪义，是因为信，无在地遵守律法。保罗认为说，什么行为都不必做。保罗伫这的观点是讲，唔是靠行为，只要相信上帝的救恩，就能够得救。只要相信上帝的恩典，你就要得到救。免得有人因着自己的行为而骄傲自夸。免得人因为家己的好行为修炼，就来骄傲家己。因此，上帝要拣选谁，谁就能得救。上帝要拯救谁，谁无什么人得到救。因此，得救是上帝的责任。所以，上帝要让一个人得到救，那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得救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人要得到救，那完全是上帝那边借着信心，借着你的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是出于信，不是借着你的行为，这是保罗的观点。雅各的观点又是什么呢？雅各的观点。
雅各的观点是说，你信心跟行为要并行才能够得救。雅各是讲，你的信心都要配合你的行为，才会当得到救。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中有13段经文，那说了5次，都是跟信心跟行为有关。伫雅各书内面有几若摆的，拢伫咧讲到即个，拢甲讲到讲信心爱配合行为。信心要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信若无行为就袂得救，若爱有行为就会得救。没有行为的信心救不了。无行为的信心袂当救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全然无益。无行为的信心一点仔都无利益。信心要透过行为才能够得救。人的信心都要配合伊的行为，你才会当得到救。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无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你的信心必须有行为的支持，否则救不了你。信心都要用行为去支持，若无伊袂救你。两个人的观点从经文字面上来看，正好相反。对圣经来看，表面安尼看，那敢若两个观点完全对立。但是从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当中，但是佫看保罗其他的书信，保罗其实也是很看重，除了因信称义之外，对于行为也很有要求。其实保罗伫其他的书信的内面，伊对行为嘛真重视。圣经的记载，这个有没有互相的矛盾？对遮咱所读的圣经，有真正有彼此矛盾吗？到底称义是因着信，还是因着行为来得救呢？到底人伫上帝面前受称罪义，是因为信心就好呢，还是因为行为呢？保罗是说，你会因信称义，然后才不会骄傲自夸。保罗讲，人就因为信受称罪义，靠行为你会骄傲。但是雅各是说，信心跟行为都要一起进行。雅各就讲，信心甲行为是要并行。保罗跟雅各在这件事情上有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后面的经文。表面上看，咱敢若有冲突无共款，但是咱等下看后壁的经文。保罗跟雅各对亚伯拉罕称义的看法也很大的不同。保罗甲对亚伯拉罕怎样伫咧限制，伫咧看伫咧表明伊的观点。保罗的观点是说因信称义。保罗拄则讲，伊的观点是人因为信就会当受称罪义。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总是伫遮的经文叫安尼讲，亚伯拉罕因为行为受称罪义，就会得到上帝的恶乐。只是在神面前并没有可夸的。总是伫上帝面前无啥物通夸。骄傲。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安尼讲，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因为信上帝，上帝就尊伊是一个义人。但是雅各的观点呢？总是雅各对这项事的观点呢？雅各的观点说，因着行为才称义。雅各的观点讲，亚伯拉罕因为行为才受称罪义。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坛上。即安尼讲，亚伯拉罕将伊的囝独生囝100岁才生的独生囝献伫坛里。难道这个不是因为行为来称义吗？雅各讲，这个难道这款的行为，兼毋是因为行为来受称罪义吗？上帝在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是何等的心痛。迄个时亚伯拉罕的心是何等的痛。他唯一的独生爱子要送到献坛上去。我到100岁才生的囝，你竟然爱我献伫坛里。这是宝贝儿子。这是我的宝贝仔囝。是心疼的孩子。是我心所疼的。怎么舍得呢？我倒有可能，迄是何等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是信上帝，这位宝贝儿子也是上帝给的。总是亚伯拉罕到最后，伊顺服啦，这敢毋是伊的心嘛？这就是一个信带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果效。所以雅各讲，这个是因为伊的信所带出来的行为的结果。所以人称义
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单着因着就信。这点来讲，雅各讲阿伯拉罕的信是带着行为的。对，在这里两位都是同样引同一个经文，所以伫遮就看见保罗啊用这点伫咧讲阿伯拉罕，雅各嘛用这点咧讲阿伯拉罕。但是对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两个人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对阿伯拉罕这个行为，两个人最少有不同，无共款的观点。保罗强调亚伯拉罕是未献以撒之前，保罗强调的是阿伯拉罕也未献以撒以前，因着信就称义了。因为信就称做义。但是雅各是因着亚伯拉罕因着信之后献上以撒之后才称义。雅各是因为阿伯拉罕献了后，所以迄个是信心加上伊的行为。所以两个人在诠释的时间点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人对这项事阿伯拉罕献祭前后无相像。所以那个相同是他们都是出于信。总是真要紧的信心来强调阿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信徒最想问的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能够得救？咱正做一个追求信仰的人，咱常常咧想，上帝啊，有一日我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救？保罗因信称义的观点，会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相信上帝的救恩就行了。真侪时阵，咱咧读圣经有一个误解，保罗若敢若甲咱讲信就好啊，毋免靠行为。因为救恩是恩典的，因为救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上帝给的。是上帝遐主动予你的。得救或不得救是上帝的责任。得救无得救，迄是上帝的主权。他不强调人得救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保罗若敢若无强调人的行为，人要为着家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强调上帝给人信心，保罗强调的是上帝迄边，而不讲人的行为跟责任。较无讲到人这边。信心跟行为的冲突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若敢若伫保罗的一寡批信的中间，遐流露，迄是一个信心行为一个盲点甲冲突。但是保罗在谈信心的时候，就是保罗咧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从未用单信心就必得救这个字。伊几啊所在嘛伫咧讲到，袂当单为着单用信这个字，因为保罗的对象是针对外邦人传福音说的。因为保罗的福音是外邦人，犹太以外，有他的时代背景，有伊的背景伫遐，所以强调信心。所以对遐犹太以外，毋是上帝的百姓，伊咧讲到，恁着大声信有上帝，信。他说：“只要信耶稣，你跟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保罗伫咧强调讲，只要恁若信耶稣，你甲你一家拢要得到救。但是雅各呢，是针对犹太的基督徒说的。总是雅各是针对遐犹太的基督徒，已经是入来伫教会。他们相信上帝，但不一定会真心真实的遵守上帝的话。因已经信有上帝，总是因后壁的行为生活无一定有配合。所以雅各才特别强调信心跟行为要并行才能够所以得救。伫遮雅各甲因讲，恁这已经信上帝的人，恁伫基督内面，都爱搁带来，都爱搁附上恁的行为。保罗跟雅各在基督的生活上有一些教导是相似的。保罗甲雅各伫真侪方面，伊的教导虽然哪敢若无共款，但是伊的目标完全共款。保罗他常常提到，上帝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施报。保罗伫书信的中间嘛，一再伫咧讲到，上帝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伊。保罗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保罗嘛，佫伫咧讲到，若有人伫基督内面，伊都爱诚做新创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了。这个是一个行为跟生命的改变。可见保罗认为相信基督，他就是新造人，这表示他因为信心带来行为的改变。所以保罗伫遮真明显，伊的信心后壁嘛是爱带来整个人生行为的新的改变。从旧变成新的人，表示他的行为改变了。对器具换新，这个就是行为生命的转型。可见保罗跟雅各在信心跟行为上也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安尼当看见保罗跟雅各两个人的论点，信心跟行为是共款。我们综合两边的来讨论，因信称义真正内涵是什么？那安尼，咱来看因信称义，这两个人最后是什么？他主要在透过说，我们借着信靠耶稣，能够除去我们的罪。
接着咧讲，咱会当借着信靠耶稣，除去你我咱的罪，我们就不再被定罪。咱伫上帝面前就无受上帝个定罪。我们信靠耶稣，就是我们被耶稣的饶恕了我们的罪。伫面对十字架的信仰，伊要甲咱讲的是，你的罪已经受赦免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为义。所以你甲我，咱才会当伫上帝面前受互伊称作义人，并且愿意遵照他的旨意来生活。然后咱欢喜，这个罪受赦免的人，咱就欢喜，过来尊叹上帝的话。在圣经上很有名的一位撒该，圣经真有名的这个撒该。撒该过去是一位让人家讨厌的一个税吏。撒该的过去互人讨厌，会去讹诈别人的钱，会欺诈别人，是个罪人，是一个无清气的人，是别人所排斥的。是别人无欢喜的人。有一天，耶稣来到乡下，有一日耶稣来到伫遐，撒该站在高处要看耶稣。撒该人走去树仔顶，覕伫树仔顶要看耶稣。耶稣就邀请撒该要住到他的家。耶稣就对树顶落来，甲伊讲：撒该，撒该，今暝我要住你的厝，入你的家。撒该是个罪人，撒该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他感受到耶稣的接纳，总是感受到即时耶稣对伊的接纳，耶稣对他满满的爱，耶稣对伊满帮的疼，所以他信了。所以伊就接受了。他被耶稣接纳，伊就接受了，罪也得到赦免，罪就得到赦了。他认罪悔改，伊认罪悔改，他把过去所讹诈的钱用4倍来偿还。伊过去遐然后就欺诈别人，伊要欢喜用4倍还伊。这是信心所带来行为的改变。这是因为信了后，撒该的行为拢改变。我们从这个图我们来看，对这个图咱来看，保罗认为这个罪人呢，要行律法是行不通的。保罗的看法是，罪人要靠伊来行律法，受称作义是无可能的事。因为在罗马书里面有谈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7章18、19安尼讲，保罗讲立志最好会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常常无照安尼。在这里我们也提到说，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所做的，这里讲到，假使咱若无法度通好照咱所期待的去做，我们是罪人，咱会陷入伫迄个罪的捆绑。即使行的律法，就是咱行律法，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咱嘛无法度通完全，因为定搁咧犯。对，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就无法称义。拢伫遐咧教。但是在保罗里面说，因信要称义。所以保罗提出一点，就是讲有罪的人，咱都爱搁用信基督。那这里还是有分隔的两种不同的道路。但是你我咱已经拢入来伫遮，咱有信基督啦。如果你不遵守神的道路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也是一个死的信心。就是你若干那信基督耶稣，然后你无行为。这里经文在这样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断断不能够进天国。耶稣家己本身讲这句话，讲恁既若称呼我主啊主啊，无一定会拢会入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独独遐遵探我爸旨意的才会。遵行神旨意的命令的人。所以伫遮看到独独遐遵探上帝旨意的，才是真的信心。才是真正有信心的人。才是活出信心的人。这是活出信心的人。那有信心的人，他必定会遵守神的道。有信心，真正有信心的，有真的信心的人，的确伊会遵探上帝的话。他说：“只要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是我的门徒。”耶稣讲：只要恁常常遵探我的话，恁就是我真的门徒。在这里也强调，雅各也在强调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佫一摆在咧讲起，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他说：“如果有人赤身肉体，你不给他穿。”伊讲，若有一日你拄着有人，你身边有人赤身裸体，你无互伊穿。有人缺了日用饮食，你却不给他吃。有人无米通食，你无供给互伊食。
有人渴了，你却不给他喝；有人喙焦，你无一杯水互伊。但是你却凭信心对他说：“你叫哪敢若是一个真有信仰、真属灵的人对伊讲。平平安安的去吧。啊，兄弟啊、姊妹啊，我替你祈祷啊，我甲你祝福啊，你通平安去啊。愿你们穿得暖，愿恁穿穿得暖，穿烧、吃得饱，食饱，喝得够。啉有够通啉。这样对这个信心有益处吗？对这个身体有益处吗？若是遮尔有属灵的人，拢伫咧讲即款的话，停留伫迄个无行为的阶段，这是真正是伊的信心吗？信心要有行为才会得以完全。信心都要有行为三角配合，才会当得到完全。我相信拉合是大家很认识的一个人。伫遮可能咱对旧约咱嘛有真熟。拉合她是一个妓女。拉合是一个妓女。她被社会排挤。伊伫社会上，互人看袂起。但是她却是相信说，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伊有一日拄着犹太入来伫伊庄社的时，伊相信上帝。他相信上帝会拯救他跟他的全家人。伊相信上帝会拯救伊甲伊的一家。所以他接待了2个探子。所以伊接待对摩西遐来2个探仔。这2个探子在那边躲藏，人家来抓他。这2个探仔真危险的时，拉合这个妓女保护伊。但是拉合凭着他的智慧跟勇气，然后愿意，然后冒险来生命危险来帮助他。这2个对摩西遐来的探仔要入迦南的探仔，因的处境真危险的时，这个妓女拉合凭着信心甲伊保护。他说他的生命都豁出去了。伊感觉为着保护这2个人，伊就是受灾难、受死，伊嘛甘愿。这样的一个信心，它是带着行为的信心。所以，这款的冒死命去保护犹太探仔，这个是伊的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信心跟行为一定要并行，我们才会完全。所以，兄弟，信心跟行为都要三角配合。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小组。这是这1年我来我带的一个生命成长小组。这个小组的人有很多人是病痛的。伫遮的中间有一寡人身躯无好势。是孤单的。孤单。单亲的。单亲。丧偶的。失落伴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彼此相遇。总是当阮逐个人用听三角连结。用行为彼此支持。用实际行动三角大道来支持。互相的鼓励。互相鼓励，互相的陪伴，三角陪伴，一起查考圣经，三角读圣经，一起了解神的话语，三角来了解亲近上帝的话，是给我们生命的智慧。然后慢慢，逐个人拢伫伊的生命内面有一个新的看见，去面对生命的挑战，去面对家己生活的实况。虽然大家都忧伤过，虽然逐个人拢面对一寡忧伤的过去，可是因为这一群人在一起。总是因为这群人真正用听、用行动三角来追求生活，然后忧伤就变为喜乐，忧伤后来变做喜乐。而这一群人也在安慰另外跟他一样的人。然后这行过了后的人，因佫活转身，伫咧陪伴其他新的人。用信仰的力量彼此来陪伴，用信仰的气力来陪伴。忧伤，互相打气，三角鼓励，彼此鼓励，彼此支持，三角支持，彼此照顾，三角照顾，这就是一个爱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听的行为，多么温暖人心，何等温暖。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也需要你。伫今仔日的中间，我想我那要呼吁大家，咱教会需要你。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教会有做事工，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伫遐。在这里有很多个项目。伫遮，咱有看到做的需要项目。除了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家人跟自己之外，除了咱爱家己注意你家己、照顾你家己甲厝内人以外，我们有从老到少
的人都要照顾。伫咱这个教会，伫咱的社区，有太多少年到年老的人，拢需要咱关心。有单亲的，有独居的，有病痛的，有青少年的，或心灵软弱的。有单亲的，有孤单的，有少年的，有年老的，有各种的情景的。我们都需要去陪伴。需要你我伫遐。你可以在今年立一个新的目标。希望你会当伫新的年找一个项目。你选一个项目去投入。选一项，然后你会当伫遐开始投入3到5分。在那个地方发光发热。通过你的信仰甲行为，听甲温暖，然后让人看见你真正是一个发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信心一定要带出行动。所以你的信心，就要的确要有行为去配合。你可能要奉献你的时间。你要拨出你的时间。有可能你要奉献你的金钱。你要甘愿献出金钱来。有些时候你要透过你自己的专业。真侪时阵，咱对上帝，予你有真侪无共款的专业，把你的专业摕来伫遮。为了要帮助别人得益处。予你的专业变做迄个帮忙别人、引带别人、照顾别人。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实际成为一个帮助者、关怀者。期待咱所有的兄弟，大家人诚侪带着行动的信仰追随者。我看到我们的关怀组现在非常努力在打拼。看到咱教会有一寡人开始伫咧爬起来，伫咧关怀。对新进的人。对新的人。对病痛的人。对病痛的人。对软弱的人。对软弱的人。他们付出行动。开始有人伫咧付出行动。我看得很开心。真欢喜。很被激励。得到真大的激励。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希望咱大家人来。成就上帝的意。3到5分来追求，看见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伫咱的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咱3个祈祷。说话算话、无所不知的上帝。讲话算话的上帝。谢谢你透过雅各的信息教导我们。真多谢你通过雅各的信息来勉励阮。不单单要对你有信心。唔是单单有信心那点。也要用行为来回应你的爱。嘛，都要用阮的性命、用行为来回应。除了关心家人之外，除了关心厝内人，我们还有余力去关心周遭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也需要去关心周边最需要软弱的人。用行动的爱，用行动，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让人感受到迄份的温暖。特别是寒冬的时候，特别是冬天的时，让我们以温暖的一颗心。我会当用行为来表达，就互人一顿的温暖，贴近每一个脆弱的心灵，去接近每一个脆弱的心灵。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甲阮三个同在，赐给我们智慧，给予适当合宜的爱。赏赐阮智慧，互阮会当找到一个适当合宜的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感谢传道的分享，提醒我们是一个被饶恕然后除罪的有福的人。我们应当用行为跟生命来继续为主来做见证。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吟诗歌，新圣诗第553首，新圣诗第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至好朋友，用主疼痛来保养，互人心无承受。为主来做伊干净，用光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用光救主耶稣。请咱来起立来吟全首。It's
请坐，下面咱来应答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三角来奉献。各位兄弟，这是咱三个来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也这咱只是来请坐，下面的介绍甲报告，咱请牧师。大家平安。拄则团队要讲道，我要翻译时，那大家人咧笑。是安怎？恁咧笑啥？我拢咧把握机会操练家己，我在把握机会操练我自己，看我有没有痴呆啦，你知道吗？因为要做翻译不容易。别人呢在进行，你的脑袋稍微一转，脑若小可，就伊咧讲啥听无。咱这个麦克风哦，我会再去直接看。踮遮咧讲，边仔都无一定听有啊。后壁遐，请咱的小会员啊，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发觉后壁遐麦克风直接咧讲的是后壁遐听无啥有，OK， 所以。我在尝试自己看我的反应还在吗？你看落哈，OK， 迄个咱真欢喜一寡对外口倒转来的人。平常你没有在彰化工作，平常你就在外地。一年有半年以上，一年敢若会当转来2、3摆，一年转来4、5摆，才会我们才会咱永福等于是永福桥，这拢出来伫外口趁食、读册遮，请恁徛起来好唔好？因为要讲可能讲袂了，来，请恁遮吼，普通时较无伫遮吼，
波东时较无伫遮，好不？哦，对泰国转来，对泰国，哈，凯琳，安，很好，上帝祝福你们哈你们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哈，不然我们会忘了你是谁。很多时候把一个人的名字记起来了，过一段时间我没看到，再见面已经太久，那个名字又不见了。OK， 上帝赐福你，上帝甘保守你。伫咱的周报的顶面，才有看这个叫做除夕夜，咱带咱的家庭有一个短短的礼拜跟分享。我真希望每一个家庭若会当的时，伫迄个除夕夜要分红包以前，食饱要分红包以前，大家坐在一起，唱个歌，做个祷告，读个经，然后分享你在这一年你的心境，在这一年我拄到的，你拄到的，然后大家人有一寡分享，会记得。不管旧年发生什么代志，不管按怎样，请你把握，拢甲带到一个充满盼望的未来，而且大家彼此珍惜，真珍惜这个足特别的时间，大家人斗阵分享目屎流流的，互相鼓励一个，然后做一个感恩的祈祷，然后才开始分红包咱今仔日的周报应该顶面我有夹红包鹿是无？敢有吼？这个红包鹿毋是要摕互你等下分红包，好无？是咧讲拜二，是啥物日子？正新春，咱对汉人来讲，这个正月初一，所以一年的开始，一年的第一日。咱带欢喜懊恼感谢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咱的欢喜懊恼献予主。这是对这个一神宗教因的一个敬虔的方式。因为咱的性命，这个日子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想事。但咱要领受一年的开始，上帝我将我的心交予你。来，我就要问咱一个，有人伫咧讲牧师咱教会太无爱来送咱逐个人一个红包，迄个红包吼，甲刻1箍伫遐，是刻100箍伫遐，这做钱母，互人祝福逐个人一年出去，一年平安亨通，趁大钱，然后明年的时会当1箍，是100，然后过来带来安尼1万。这咱教会来创钱母送互大家敢无？OK， 咱讲多谢你的，多谢这个人的好意。但是咱基督徒一项，咱的一切拢在伫上帝，毋是在伫某一项带来好运。咱的命运拢在伫上帝，毋是借着某一个。来带予你幸运，带予你亨通，毋是靠着任何一个物，当然迄是一个很舒服啦吼。但是这背后有一寡信用伫遐。OK， 愿上帝赐阮祝福。咱拜二有新春的礼拜吼，请咱拨你带特别，我要甲这阿公阿嬷讲。千万毋通甲牧师讲，牧师我都袂当去啦。为什么？阮囝、阮新妇、阮孙、阮逐个人都倒转来，所以阿公阿嬷怎互伊念踮厝的袂当来，毋通做这样代志。颠倒都爱伫过年过节的时，难得你的子孙拢倒转来。阿公阿嬷，你都要做迄个老规母，甲因带来上帝面前。我安尼讲对毋对？因难得倒来厝的是你对因传福音。传承信用、传承信仰最好的时机，不要因为是咧啦，我爱当煮饭互因食。No， 不当时因无煮互你食，这个是因爱回来煮给你吃的时间。请把他们很难得带到教会来，
教会了，你们安全就安全去，拜托哦，哈，很难得我们要做信仰的传承。我们的1楼，咱1楼有迄个春联，那爱摕春联的，伫1楼摕，好无？OK， 我想一寡遮个团契的消息，咱准备鼓励你爱迄个报名上圣经学院的课程哦，即圣经学院的课程。咱的青年有机会参加国际总会咱的总会遐有真侪国际的活动请咱的青年尽量去报名参加总会，彩排出去全世界，甲普世连结。等下礼拜煞迄个金陵协会的理事干事请斗阵开会伫7楼吼。7楼开会 ，OK， 咱即个是咱来为着2月份生一个，咱来甲因唱一个生一个歌，好无？请2月份生一个人，伫咱中间遮至少50位以上嘛，50-60位来2月份生日的请站起来，来，请起立。咱咧唱歌的时，请咱边仔的人替咱逐个人去甲握手哦吼。来，寿星2月份寿星，请起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请咱这个时，原来起来握一个手吧。快乐，请咱逐个人拢起立，起来互相祝新年，握一个手，逐个人。哎呀，伊都嗨呀，乐你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所以我踮遮咧讲，后壁就听无啊啦，后壁听无。你生日快乐，伊就嗨呀乐你嗨，哎呀乐你哎呀乐你哎，伊就嗨呀乐你嗨。OK， 上帝赐阮祝福保守你甲你的家平安。行通伫即个过年过节的中间，请咱原来一组一组小可注意，咱迄个关怀组迄个区域的中间，若有人较孤独，有人惊孙无伫身边，有人身体较软正，请我们那个关怀组多一点关心，特别在年节，每逢佳节安怎？每逢佳节倍思亲，若有人伫即2年拄失了因的亲人，请咱原来加一个电话，因为伫即个时即1-2年心会比较痛，愿上帝施恩。咱即个时，我请咱甲我三甲来祈祷，敢好？来，施恩的主上帝，我们也搁伫感恩的心情下面对你讲。上帝啊，有你真好！我的人生需要你做我的照伴，我的人生需要你用大溃来的手骨来看管。我们软弱，我们常常陷溺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大环境跟人生处境里面。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恳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上帝你正在阮心内挖靠，阮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凡事道来，阮相信一切拢要互有信心的人、有上帝的人，最后拢要得到利益。求你互阮会当信心坚固徛在，阮伫这个特别的时刻，阮要特别孝念教会伫过去这1-2年。失了因上至亲的人，无论是太太、翁婿、老爸、老母，上帝也恳求你安慰因。伫阮的关怀小组，我嘛要加一寡关心，行对因的门口，加甲因看一下。恳求上帝，互阮伫即个新的年，真正逐个人抱着一个足欢喜，甲阮难得见面的家庭、家属、亲情。甲阮的朋友，甲阮的教会，逐个人遮的朋友，相甲见面的时，阮真正会当珍惜，因为人真正会当佮见面的时间无一定真多。愿你保守阮，
想使阮热诚，想使阮痛心，想使阮信用一直在奔跑，向着那充满期待的恩典的年度，一直得到上帝你的夸奖之日为止。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新的年伫咱的头前，咱抱着信心甲勇气，咱来三个来吟这首诗歌。透早去夜好整，用温困甲热情；日头去夜好整，半晡也无停。着春润到潮汐，宽心听候收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得来。请咱这个时阵，咱三个来起立来吟全首。恁着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存着望甲信心，对遮受车出去，去领受上帝所要赏赐恁新的年。伫遐虽然有悬山，伫遐有当时会有拄着山谷，伫遐会有欢喜的事，伫遐嘛有时嘛会拄着忧伤孤单。总是大权能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要甲你三甲同在，伊要引带你，伊嘛要祝福你的家，着信靠伊。就毋通离开伊，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你三甲同行，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免。请坐，愿上帝施恩赐福，保守你伫即个年冬新春的时，你甲你的家出入拢平安，享受旧历年佳节的快乐甲恩典。协会的李干事等下开会。